前言贺锦熙说的是真的，不知道能不能真的治好妈妈的病呢？希望他们快点回来吧。少爷的电话一直没人接。这孩子，今天结婚，昨天晚上还出去喝酒去，连个人影也找不到。再继续打。是。关机了，关机了。那今天的婚礼啊，只好取消了。这不合适吧？等一下！顾小姐来了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等一等，不要废话，不就是想要这个吗？给你就是。老夫人，媒体那边我已经派人要求他们封口了。您放心，今天的事情不会有不利的消息放出来的。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他当儿戏，幸亏处理得及时，要不然啊，我们顾家明天就要成了全城的笑柄了，说不定公司的运营啊还要受到影响呢。这个您不用担心。今天到场的客人，我都逐一打过招呼，不会有事的。他人呢？少爷说今天新婚要跟朋友们庆祝庆祝，出去了。出去了。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走进撒哈拉沙漠，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。这是66.6度，快要焚化我的眼珠。突然一场大雨降下来，汗水被那雨水冲走，结束40天的折磨，空无一人变成了绿洲。彩虹下有一棵大树，大树上有一个苹果。哎，哥，今天可是你新婚之夜啊，你玩这么嗨能行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结婚就是为了我奶奶，我现在完成任务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撒开了玩，不醉不归。等桂山回来敲门的话，我就告诉他我睡着了，听不见。如果他敢来硬的话，我就打死他。也不对啊，
我现在是贺锦熙啊，那顾西城是贺锦熙的老公，我这么做的话，会不会破坏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？还有老夫人，老夫人要是看见了，该怎么解释呢？当初怎么没想到过这些事儿？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？西城昨天一晚上没回来。啊，是。孩子，昨天让你受委屈了。等西城回来啊，我让他跟你认错。没事的，老夫人，我没关系。少爷回来了。方叔，奶奶早。哎，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？奶奶，昨天跟锦溪啊，你现在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，今后你要照顾好、管好西城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老夫人。豪门媳妇不好当啊，贺锦熙可真惨。